感恩魔法一百挑戰第75日。今日有住你嘅就係啦，今日咁樣林正朗打嚟啊！開拍。OK。我好似今日有嘅目標係做咩玩？我咁樣可以食咩玩？我咁樣可以食嘢，可以諗咩？可以咁個可以同林正朗玩，可以回電啊林正朗。今日嘅目標係要返大陸玩，要同阿仔又再慶祝生日，好感恩阿仔生日，好感恩老公同阿媽都陪我哋一齊上，好感恩。哎呀，好感恩啊，好健康，好有趣，好有活力，好溫柔，個個都話我溫柔。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玩，好感謝我個媽媽陪我哋返大陸，好感謝我奶奶同埋親戚全部都記得阿仔生日，好感謝阿仔嘅同學都好錫阿仔，好開心同佢一齊慶祝生日，而且仲送咗好多禮物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搞笑。如果你做得出，拜拜。